来过来，咱要甲乡亲讲，振兴三倍券嘛，通啊用来做爱心哦。财政部来宣布，民众若甲三倍券捐予公益团体来做公益，安尼每年报税会当累积3000块的扣除额。另外，这个三倍券嘛，通啊提去庇护工厂买物件。 伫日头骹趁大家伫等红灯的时，新娘朋友坐轮椅伫卖物件，因为因的生理嘛受到疫情的影响。疫情就是尽量避免人跟人之间的接触。那有时候可能我们的伙伴稍微靠近客人一点，那可能客人他们会会比较闪躲。轮椅顶面有树灵糖甲面纸，价钱是100到200块，即马嘛会使用3倍券来买。可能也还没有想好要特别用在哪边的时候，那我觉得公益也许是可以变成它的一个选项。虽然无多找钱，也毋过运用3倍券，唔但会使增加公益团体收入，更会使鼓励因自立。财政部更加宣布，捐3倍券每年会使抵税。除了这以外，民众伫全国249间庇护工厂，会使用3倍券来消费。有些庇护工厂它是做餐厅嘛，做烘焙，它那个都有受到一些就是影响。那这一次我们就是补助他20万，在这一段时间可以做一些促销活动。 疫情影响到各行业，对着弱势的朋友来讲，更也是无米兼论月。劳动部加码行销，嘛，互民众使用3倍券，加一种做公益的选择。